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美股市場晚報。今日焦點為美國半導體龍頭 NVIDIA， 股票代號 NVDA。公司1993年由黃仁勳同 Chris Malachowski、Curtis Priem 創立，總部位於加州 Santa Clara。作為 Fabless 晶片設計商 ，NVIDIA 以 GPU 起家，近年更擴展至 AI 加速器、Blackwell 架構、資料中心晶片、自駕、DPU、CUDA 軟體平台及 DGX 雲端等業務。目前 NVIDIA 嘅主要收入來源為資料中心同 AI 晶片 H100、Blackwell、H20 約佔85%，主要支撐前端 AI 基礎建設，以及圖形 GPU、GeForce、RTX 系列約佔15%。NVIDIA 股價近日屢創新高，股價突破每股154美元，市值達3.76兆美元，超越 Microsoft 成為全球最有價值上市公司。最新財報顯示 ，Q1 營收達441億美元，同比增73%，數據中心強勁增長73%，達391億美元。雖然受美中出口限制影響 ，CEO 黃仁勳仍然表態信心滿滿，並獲分析師上調目標價至250美元以上。另外，出口限制方面，美國針對 H20 晶片出口至中國實施限制，估計短期將損失大約55至80億美元銷售潛力與庫存成本。因應政策 ，NVIDIA 正喺度推出鋼盔版 Blackwell 架構晶片，如 RTX Pro 6000D 代號 B40，價格落喺6.5至8000美元間，預計6月量產，以保留中國市場部署能力。同時，新一代 Blackwell 晶片為大型語言模型 LLM 如 GPT-4、PaLM、LLMA 等訓練核心，全球 AI 基礎建設仍然保持爆發式增長。嚟自 OpenAI、Microsoft、Meta、AWS 等企業均持續採購佢嘅供應鏈。投資策略建議方面，進取型嘅投資者可於150至160美元區間時開始逐步進場吸納。而中長線投資者若果睇好 AI 持續熱潮同 Blackwell 成長，建議分批建倉，等待出口政策明朗化。總體上 ，NVIDIA 係全球 AI 基礎設施嘅核心，短線雖受中國出口限制衝擊，但長線因 Blackwell 帶動，全球資料中心嘅建設仍具發展潛力。投資人應該留意政策與市場反應，調整風險承受同資金配置。我係你哋嘅財經節目主持麥美詩，下次見。以上內容僅供參考，股市有風險，投資需謹慎。